如果發現手指麻痹或者疼痛，我哋可以根據手嘅疼痛位置對應翻邊一條神經被激發。手指公位置對應正中神經，手指尾對應尺神經。另外一個主要線路係橈神經，貫穿手臂嘅後方，並且帶來手背嘅觸感。第一個處理正中神經，呢個係對應手臂嘅前側麻痹疼痛，或者去到手指公、食指同埋中指嘅位置，舒緩呢一條神經，將我哋手臂向橫伸直，然後手腕向下屈伸，令到我哋嘅神經有拉扯同埋張力。當張力喺手腕嘅時候，將我哋嘅頭部向住手腕方向下側，呢個位置神經會被放鬆，然後將頭部向另一側轉移。張力轉移到頸部時，將手腕屈曲，呢個時候手腕嘅張力就會轉移向上。重複10至15次，幫助提升血液同埋氧氣輸送到神經。然後第二 ulnar nerve 尺神經，呢個係傳遞觸感去前臂內側嘅位置，同埋傾向手掌伸尾段同埋手指尾。手踭屈曲90度，然後將手踭同埋手腕向面部屈曲，呢個時候神經嘅張力就會落喺手踭裏面。當張力喺呢度嘅時候，將頭部向住手腕傾側。同一個理論，而家張力喺手腕，同時間頸部嘅張力就會轉移放鬆。我哋就可以將個張力從頸轉換到手腕，同樣來回做。最後一個就係 radial nerve 橈神經，唯一貫穿前臂同埋手背嘅上方，舒緩佢嘅第一步，將前臂同埋膊頭向身體後方屈伸，手腕屈曲，你會感受到我哋嘅前臂有拉伸嘅感覺。當我哋嘅手喺呢個狀況，將我哋嘅頭向手嘅一方傾側，呢個時候張力會傳到去手腕位置，而頸部被放鬆，然後反方向移開頭部，手腕向上屈曲，重複動作令到神經上下轉移。我哋只需要選擇對應疼痛位置嘅神經做以上動作。如果你唔肯定邊一個位置，從 median nerve 正中神經開始，因為佢涵蓋咗大部分神經嘅根源，而有大量研究證實可以幫助舒緩麻痹或者普遍頸痛嘅狀況。所有呢啲舒緩你可以做10至15下，1 set 已經可以幫助提升血液輸送到神經，提升神經嘅健康。